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来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花队。大家好，我是好，到。修嘿，金龙沙士，家家都讲台语。哎呦，我来看到外国人的声音呢，哈，外国朋友有来啊。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阮这边的盲队，希望者一定赢！好，来，咱即摆收擂台就对啊啦。谢。来，谢你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边的迄落啊吼，队员是毋是？哦，来先介绍者，这个吼第一届来咱第一道吗？第一道。咱7年伊头一摆来，因为伊台语讲了伤过好，咱请袂起，嘛唔敢请。唔敢请。不过这届哦，伊提出勇气来哦，哎吼，伊要来讲台语啊哦。哎呦，麻烦大家。吼，真足听哦，来放轻松者，全台湾头一摆哦，来，咱的潘老师啦，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树林迪翁，树林迪好，我树林迪翁，树林啊，树林嘛，树林啊，哦，嘿，对，我对，你，我，你听我讲就是第一名咯，第一名，袂歹，先大家先讲歹势，因为我台语连我家己都听无，了解，但是倒无听了有听无，是因兜的代志。对，是老师咱免急吼，咱就介绍吼，咱互因自我介绍，你就较无法听就厉害咯。好来，你家讲你，请恁自我介绍。好，请恁自我介绍。对，讲了真好，对，好来，这边看这边，对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按高雄来，我是超级草阿嬷，我是潘老师的学员。哦，超级草阿嬷，对，一个月两工哦，一个月两工，高雄起来上我的课啊。哦，你看伊做钱咧，跟咱一个月两工去高雄来啦，去高雄啦，啊，来个遮上老师的课啦。健康，你看不出来85岁哦，哈85岁啊，85岁，你听伊讲嘛是艰苦吼，不要紧，欢迎你，好来，我继续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洋洋，我嘛是潘老师的学生啊。好，欢迎你呢，好来，我刷来去。我是乐乐奶奶，我是台语，潘老师的学生呐。我你刚才真正有这三位啊，学员呐，无真正有影吼，健康哦，老师嘛辛苦啊，好，健康，就大家要健康嘛，哈。大家都要健康啊！我先欢迎您咯，好，来，咱有100万哦，等下甲您介绍是安怎有100万哦，要提无简单哦，好，来，咱即马介绍恁那边，是，欢迎阮这队盲队，阮的队长哈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起蟒者哈利。我出国比赛，阮的起蟒者出国比赛摕冠军，今日就开心，就欢喜，哦，对。听讲恁摕足侪冠军呀。袂歹，这嘛是我的学生，拢是你学生哦。团员，我的学生拄对法国摕冠军档。哦，台湾之光哇！台湾之光，袂歹，你讲比老师更较好呢。对啊，好来介绍你的成员。介绍你的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帝王者的国传老师。国传。阮队长甲我讲，今日一定要摕100万档。无车坐等于嘉义啊！哦，嘉义来的哦。慢慢有台北人啊，但是因为阮有教室对台北、台中、新竹、嘉义拢有。哦。好，欢迎国传，好来，搁三个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好，我是起蟒者的范婷啊。我的专项是呼啦圈，游嘞游。哦，嘛是运动的。我拄生过囝，我囝即马10个月。哇，多喜欢呐！我拄生，去年9月。9月。9月。你甲看生囡仔俩，腰岁安尼就变安尼啊。爱保持运动。爱保持运动。跳舞。爱跳舞。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跟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起蟒者的甘心安，今年18岁。
哎，18岁呢？哎呦，啊出国得冠军就是你啊！哇！高高。大家吼应该拢唔知因是啥人，其实因啥足有名，因上过什么节目？哦，因有去过迄个欧洲达人秀，摕到金色彩带，金色彩哎，带。对，金色的彩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先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。是，抱歉欢迎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舞蹈天王超级马，霹雳少年盖天下。哦，厉害厉好，害来，。咱今晚先来看少年少年的表演啦，表演一下冠军的啦。好，来欢迎。 Check it out, girl. 真正少年较想名好，你知因用肩胛头底下生呢。把身躯安尼规个顶起来，足厉害呢。是啊，因为咱今日哦，搁较精彩的啥啦，无要表演大家看，是因为咱的地板哦，丢地啦，伤碎啦，无唔对嘿啦，地板哦较平，咱就通啊洗一下头，互恁看。无错无错。是无唔对无唔对，诶，安尼看起来实力袂歹哦，而且讲台语讲了嘛袂歹哦，是，啊，搁是家己囡仔。无错无错。哦，安尼今日有得拼哦。来拼看嘛啦。阿妈，咱一定爱加油。 好唔好？好，咱这边嘛一定要加油哦！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第100万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 西瓜挖大饼，好来，台语新词大调查。没错。是要调查啥？哦，譬如讲，头先我讲的达人秀哦，这就是新的词啊。啊，咱你放在台语内底要安怎讲？譬如讲，有人讲达人是普罗的，有人讲达人是咧朴素朴，这就是无共款的，同一个新词无共款的讲法。是啊，毋过两个答案拢是对的哦。拢是对的哦。就是要互你选讲打一个较侪人在讲。对，多一个较侪人咧选。无毋对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啊，拢中3题。3题。那拢对会使得到6000哦。 6000哦，好，来哦，一定赢，一定赢。加油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分头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中分头哦，吼，美秀这边是对半老。哦，对半老。嘿，你也看，咱的头是安尼对无？系啊。中的时阵甲破一边。是。嘿，啊边啊拢有头毛，是不是对半？哦。所以我较简单，我就讲对半老。啊那阿雄，我这边吼，我的答案叫做破平。哦。 嘛是甲破开的意思，亲像西瓜哇，你摕来一小个破平嘛，啊你中分就是为中啊甲开去，破平。好，来两边请选择，必须阿雄眼睛袂歹，风险拢有甲分开啦。跳。好，来我问阮这边的，来你选的是阿雄对无？老师还是阿嬷？哎，阿嬷对啊。啊，一般台语咧讲中分，就是拢讲破平啊。你也西瓜无？ 啊！你也破做两边的，对啊！来，有人选我的对半老来。我选那个对半老，对半老破平听起来足奇怪，去加头毛的时候，你讲你搞我头壳破平，哎呦，搞我头壳破怪怪，所以我讨论了就是要选这个对半，他都要改冤家，冤家啊，
但是我讲选这一定赢。哦，所以对半流一定对，一定对的。哦，是，好，不过你边啊，敢若无甲恁意见无啥，我无是塞，无熟悉。无，因为我一摆，阮小弟就是加这款头毛，啊，阮阿嬷就甲伊讲，哎，那会破一边，所以我都想讲，哎，应该是这是答案。到底是对半流，还是破冰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破冰。好，破冰伊占54.1%，对半流占45.9%，所以差不多平均测安尼。啊，就是讲基本上迄个破就是分的意思，好，所以咱就是讲看你位倒一边，啊，若伫中央，咱一般会讲破中央。啊，你若有分是正边倒边，还是中央拢会使。啊，毋过就是破边一般会讲是较侧分，啊，毋过伊中央嘛是会使的。啊，所以你着破边还是破中央拢会使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后一题啊！后一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躺平族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躺平呐，是，那躺平就是，我有通啊倒下去，我若袂倒；我有通啊坐，我就无想要坐，我就倒下就好啊吼。我感觉倒平啊咧，应该是懒惰族。啊，懒惰？我感觉懒惰就是我有通啊倒，我谁也袂倒。就是懒惰呢。嘿啊，就是无想要叮当，无想要做呢。对啊，你甲看，安尼倒有舒适无？哎呦，舒适啊，就看起来就真懒惰，是会迄种感觉。物件食等咧边啊。对，啊无就物啊边啊有饼摕刷摕来食，倒就摕来食。懒惰族。是懒惰族。是，啊你会咧？啊那我这边叫做摊笑族。摊笑，因为咱台语内底吼，平躺啊都困摊笑啦。哦，对吧？困摊笑，困摊起，困摊笑。啊，你讲躺平就是平躺，就是困摊笑。是啊，照你并起来就是摊笑族。哦，到底是打谁较侪人你讲？哦，来看恁的选择哦，来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，起码一人一千鸟哦。对，我来问者，阮潘老师。你别，因为你看迄人多一下，你舒服的迄个感觉，你食这些的物件，这么伊的创的边啊，垃圾。啊，咱这边阿妈，有吼阿妈，懒惰啦，懒惰啦，一般人拢讲懒惰呢。来，咱的爱顶啊，我看因的答案，因为阮就懒惰。所以都为未想，所以为看因的答案。这边我来翻译，因为伊较无爱想，看伊选什么，因较懒惰就对伊选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是不是？原来哦，按对哦，好，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白头章拢一直发出来。无唔对，这边阮有潘老师，阮这边有成安。来，咱来紧的吼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懒惰族。啊，咱头前迄个摊笑就是困平，啊摊起摊拍。就是拍咧，这三种困形无共，迄干那外形尔。毋过即个族内底有讲到伊的性质，所以咱讲即个懒惰族较好，因为伊占75.4%，摊笑族是24.6%。啊，咱即个懒惰族是咱有一句台语讲贫惰兼懒惰，所以伊是啥物代志拢无啥要做，甚至即马现代就是甲伊讲做要食唔讨谈的人，所以就讲做懒惰族。好，来上尾一条，加油哦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滑板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滑板，即马少年人拢知影的嘛，是拢足侪人来，咱看这，哇，看这这房啊，是，吼，下骹有啥？链啊，是，我就较简单，我就叫做链帮。哦，挂链啊会帮？无唔对。链帮，这好。好来，啊我这边你看，伊的动作是啥物？飞。
无啦，伊是爱先安尼，唔才好多煲，嘿，所以叫做厨房。厨房。嘿，花这字吼，伊的台语就是厨，譬如讲冲浪，伊就是厨影。厨影。哎。哦。哦，到底是联邦还是厨房咧？来哟，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哎呦，今晚玩这边把该风险分开啊！哈，后来伊甲我讲，你用为家里一直出到遐去，就是用的迄个帮啊，帮嘿，所以叫做厨房。厨房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，其实阮嘛犹豫很久呢，因为迄伦娜有迄伦娜，莲娜，迄哦伦娜，迄帮啊有迄伦娜，啊安尼厝嘛是对，啊毋过尾啊阮讨论了，阮就选迄联邦。联邦。好，到底是联邦还是厨房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厨房。厨房是53.9%，联邦是46.1%。啊，这个厨房内底有包括这个煮的动作，所以一般的人是经这个较济。咱常常看到，譬如讲厨师，还是厨影，拢是用“厨”这字，还是“厨牛郎”安尼。厨牛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来，咱今晚来看这分数哦，蓝牌。花甲今晚有4000。啊，咱的帮的咧，帮对嘛有4000。哎，白手哦。好，今日的第二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AI 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嘿，来，今晚甲恁解释一下哦，等一下吼，咱来看迄啊吼。荧幕内面都过去。哦，有当时啊有古早人做田呐，做田庙会啦，还是咧街仔路的时阵啊，还是公园啊，甚至是啥物总统府啊，较特别的建筑，是，拢会用旧相片变成新的影片。嘿，啊，阮会互你看，哎，不过阮会伫内面问问题哦，是啊，唔是无问题，是问问题。嘿，啊，你就知影讲内面是要问啥，啊，你要斟酌看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咱高雄的海产古街啊！好来，咱先看鸦片。哇，以前洗做安尼哦。哦。哇，真好看。市场口。哦，做生意就是安尼，平啊大就在做啊，系啊。这条古街啊，以好食的海产甲热烈的蛋出名。你敢知影古街叫什么名咧？哦，我有去过。你有去过？来，到位，在一个海的旁对，海边啊，有用鱼的旗景啊，旗景是不是？高雄倒一条古街足出名，咦，敢知影伫倒位咧？刷落来要带恁看是咱高雄的海产古街啊！好来，咱先看鸦片。哦，古早的哦，哇，以前洗做安尼哦，哇，真好看，市场口，哦，做生意就是安尼，平啊大就在做啊，系啊，以前拢坐这种铁椅啊，对，就尾搭塑胶，系啊，哇。两三张就通啊，互咱有迄记忆啊，你知古早迄感觉拢是，无唔对，来手更好哦，听我讲，请抢答，咱甲吹起哩哦。是，今日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咱头拄看到的是高雄的一条古街啊，这条古街啊，以好食的海产甲热烈的蛋出名。你敢知影古街叫什么名咧？哦，古街啊叫什么名哦？海产哦，有海产哦，热烈的一担一担哦。哦，今嘛搁伫的哦，今嘛搁有哦。嘿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我60岁啊，搁这边。我赢咧。系啊。阿妹，赞！我赢少年咧。系啊。你少年的动作真慢咧，真正。哎呦，喂，老人你这输啊，你真正袂输。阮这毋是福建车啦，嘿嘿，不要紧，不，阿妹，你阿妹讲，答案嘛，答案是啥？高雄，嘿，倒一条古街啊，以海产的料理甲热烈的蛋。我有去过，你有去过？来，倒位，在一
一个海的旁对，海边啊，对。什么鲸啊？嘿，哦，有种鱼的鳍鲸啊，饲鲸叫唔是？你想的是迄个所在对，但是讲的唔对。叫鲸啊，你念给老师听，老师较准。好，来，老师。鲸。好，来，老师伊的基金对唔对？因为这古相片，咱放下连对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对唔对？好，先甲正确的发音甲学起来，叫做基丁。好，基丁。对，迄个丁就是港口的意思。好，譬如讲咱咸水嘛是叫做月丁港。好，迄个丁就是这意思，还是你喙烂丁落来，丁落来，丁。好 ，OK， 啊，咱这个基丁吼，其实伊就是一个沙洲，高雄港边的一个沙洲。啊，因为伊的形就像一支旗杆啊，旗杆啊就是旗杆，所以伊就叫做旗。啊，迄个顶就是高雄港的意思。啊，毋过因为伊是伫咧旗山，遐有一粒山叫做旗山，伊的后壁遐一个港，所以伊嘛是叫做旗澳。啊，迄搭遐就是就是卖足侪海产。咱拄只图内底有一个挖角。遐个即马妈祖庙嘛，拢搁伫遐的，所以大家若有时间会当去遐耍，去遐看。啊，即马要坐3轮车，干那迄搭遐有尔。哈，好，咱若佫讲的是真正半条命拢无伊啊。对。好，不要紧。好，来。后手佫有3位哦。是啊，佫有3题。咱的命佫伫个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阿嬷因兜嘛是你高雄啊？哦，高雄人呀。哎呀，所以讲阿嬷定去遐行行哟。有啊，像迄落坐船啊过基顶遐讲故事。哦，你去讲故事哦，大家听。真好。是讲基顶的故事，还是讲倒位的故事？讲迄落囡仔绘本故事。哦，是伊个囡仔故啦，绘本啊，是。哎，安尼真好哦。是，有闲啦，去迄落高雄去行行，他去看阿嬷，去找阿嬷者啊。哈。阿嬷较带我去食物件。啊，好 ，OK。这种画面真好哦，阿嬷你再带哦，这种画面真好。盖赞。好，来，今晚要听提示啊。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刷落来，这个影片是咱花莲一个有名的湖。哦，会记得是湖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小姐，真正吼，哇！恁同齐。哦，有看到风景啊？哦，看到风景啊！哇哦！啊，静。哎呦，哦，这就最明显的啊！这应该大家拢知啊。是。哦，这若是有去过，应该拢知是倒位哦。好，来手放好哦，请手搭撒哦。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咧，咱请出题。是咱昨早看到的是50年代花莲一个足有名、足好佚佗的湖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湖叫什么名呢？哦，是一个湖。好，来，咱请手搭。哦，来。阿嬷，伊的名唔是讲我刚刚讲李鱼潭。李鱼潭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这张相片是1960年代的哈，啊，伊迄当阵李鱼潭，伊叫李鱼潭，啊，会着这个名是因为伊后壁有一粒山叫做李鱼山，啊，形就像李鱼，就是台啊安尼吼，所以到呾嘛是足有名的所在，啊，伫因迄观光的迄个logo 内底，伊就是用一尾鲤鱼做标志安尼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，来上个，咱即马来提示一个哦。来，咱转来要看的是咱台中吼真重要的东西向的一条路哦。哦，东西向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哇！第6国民中学。哇！哇！这是国庆咧游行吗？以前拢安尼咧。系啊。哇！看板遮大，这条路一定遮大条的。有。
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吼，伊这条路以早叫做中江路，伊即嘛是台中最重要一条道路，伊叫什么名？哦，来，伊叫什么苗？是苗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免惊，伊无演练啦，袂冲出去。说你。我刚刚就是讲，刚刚云霄飞车要冲出去啊！别，阮董啊有打掉。来，行啊。台湾大都，甘掉老师，对，健康。赞，念了加标准哦。咱一般来讲，这是专有名词，会甲发做台湾大道。哦，大道。啊，伊古早其实上古早的名，就是迄条路，你一直驶，就是到台中港，所以叫做台中港路。啊，因为4字伤过歹记啊，所以就叫做中港路。是。嘿，啊后来伊就是甲头前这几段吼，包括这个中正路。台中港路，啊，因为佮探到位静宜大学遐刷落遐去，中车路到五车迄搭遐，所以伊就是规条探到海边仔去，甲变做是等于是中部上远的路，所以就那像为台湾下一个扩大共款，台湾大道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够最后一加油哦！好，来继续来换人。上个要提示哦，上个来，咱请提示。刷出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囡仔上爱游乐活动。哦，囡仔上爱哦，好来先看影片。哎呦，安尼哦，袂歹哦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？咱请出题。请问这阵囡仔因咧耍的这个活动叫做什么名？这活动这耍的物件叫什么名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来，无咧牛的吼。荡 Q Can， 荡 Q Can。这差较侪哦，嘿。伊头一字是一个行为，哇。食饭饱无得，嘿，对。第二个是阿嬷因翁号做啥？阿嬷因翁，你要叫啥？阿嬷因翁，阿嬷因翁你要叫啥？阿公。啊。嗨阿公。嗨阿公。嗨。第二个字啦。公。嘿。Can。嗨。公墙。差不多啦。好来，咱大声讲给老师听吼。来，你的答案是海公墙。音较重的，海公墙。大声一点。海公墙。好来，老师，海公手安尼对唔对？对。算你对啦，老师拢遮对恁足好诶。答案是海公手，还是海千手，拢有人讲，吼，所以是海公手会使安尼。啊，这个所在，这张相片是伫迄花莲这个美仑山卡的这个所在，伫迄花岗山，啊，嘛当伫迄搭遐，因就是细汉囡仔咧耍这海千手。啊，这个美仑山伊原本的名无遮美轮美奂，无遮好听，伊是撒奇拉雅因的一个语言，就是因为那鱼啊，好啊，所以伊是本地叫做巴力，啊，贝雷啊，巴力。贝雷啊，所以贝雷啊山啊无好听，啊因为风景足水的，伫个美仑溪遐，所以就甲叫做美仑山。啊，这就是山卡伫遐，咱的导游嘛，伫山卡遐咧海公手还是海千手？看两队的分数，是，看蛮歹咧。即摆有1万咯。啊那咱帮的咧，嘛有1万咯。遮尔啊熬会平手哦。对。好来，后一个回合来拼看卖哦。好来，咱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来，对啊。
好，甲两位报告，问好代表的是奖金。奖金，嘿，伊上济的是15,000块，哦，啊，12,000块1万，啊，上少就1000、3000安尼。哦，好啊算哦。来，咱8个提示，咱念者。哦，8个提示有汽车、糖、昆新、嘉义商店、药看卖、家母，啊，还有骗钱。我这边有2个提示，咱这吼就是咱用咱评分嘛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咱这个回合就是讲，咱全部拢会当选讲啊，咱要选倒一个，选倒一个，因为一人有4题嘛，要选倒一个，吼，拢通啊参详。啊，毋过若是答，拢是队长伫答，毋过就干那一条命，吼，通啊，互恁甲队长讲话，嘿，队长讲救人哦，是，我要落啊，要参详要参嘿，就紧来找你的队友来讲哦，是，吼，你就通啊，互因来回答。嘿，啊无其他拢啊，你啊家己答无。吼，啊第2个提示就是讲咱的分数较低的人，咱通啊先选，因为内面有15,000块。是啊。是，啊，毋过拄啊，咱即马平手啊，对无？所以讲，阮拄啊有验经过啊。嘿，来，阮黄老师伊要先选啦。是。15,000块咧倒位咧？是。倒位咧？你来记一下。骗钱。你要讲倒位？骗钱呀。无骗钱啦。嘿。好，骗钱哦。骗钱好。好，来，咱来看骗钱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000啦，秒紧他去就好。3000尔嘿啊，你要约会出来哦。好，约会出来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无想要互人骗钱，华语真流行讲我不想当盘子，啊盘子其实是对台语来的。请问这个词吼，台语要安怎念才对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盘子的台语，7类。来，7位。嘿。盘子台语安怎念？来，有人安尼有甲我叫过，甲你叫过。对，叫我是潘啊。讲你潘啊。我问请伊食饭，伊叫我是潘啊。哦，盘子这个词爱安怎念才对咧？请问，无想要互人骗钱，华语真流行讲我不想当盘子，啊盘子其实是对台语来的。请问这个词吼，台语要安怎念才对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盘子的台语，7类。来，7位。嘿。盘子台语安怎念？来，潘啊。哎呦，因为啊。有人安尼有甲我叫过，哎呦，啥人？像，哈，我的朋友沈玉琳，马里奥，哦马里哦，甲你叫过，对，叫我是潘啊，讲你潘啊，嘿，哦，为什么？是，因为我问请伊食饭，伊叫我是潘啊，哦，哎嘛，就你要请人食饭啊，是啊，你是先拜呢？不是啊，我认识20年。伊没有请我食过食饭，熟悉20年啊，对，哦，减我10年啦，啊，拢无请你食饭，是，好来，潘啊，对唔对？哎，进头哦。一般这个潘啊吼，伊就是表示讲，会互骗去，啊，就是做代志，就是拢足落水的安尼。嘿，拢无啥顺利，啊，佮互骗去安尼，啊，佮就是外行人的意思，所以咱会用一个动词叫做讲，甲你讲攀呐，因为迄个讲是佮比拍较大力，所以会当甲遐个人遐个攀啊拐足侪物件，啊，伊拢无感觉安尼。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对，好，更较有自信啊！对台语，有啊，有自信啊！哦，来，换你哦，停啊！换我，嘿。阮要选倒一个，嘉义还是街舞？家母。好，家母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家母的奖金有偌济？好，1000。哦，哎，嘛是先啊，摕起来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2024年的巴黎奥运头一摆，甲咱的家母列入去比赛内底，请问伊是倒一种风格的家母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嘿，直接是 breaking。哦，是 breaking。这因人讲唔知影，起来啊。华语叫做啥？霹雳舞。台语叫做啥？
霹雳舞。哦，袂歹哦。是安尼念吗？我唔知呢。是。耶！你确定？老师，我确定吗？好，好，我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霹雳舞对唔对？嘿，袂歹。啊，伫个2024年巴黎奥运24岁这个孙静，伊就代表咱台湾去比赛，所以是第一个跳入奥运的这个舞者，就是霹雳舞。霹雳舞，就好记的2024岁的孙静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霹雳舞，好来，换你，要选倒一个？好，汽车好唔好？汽车啊，汽车。要去倒汽车？汽车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7000块呢？你看，袂歹哦，袂歹。好，来哦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1980年代，头一台台湾主导开发的汽车是倒一间汽车公司研发的？来，留10秒的时间。你的年岁应该知影。1980年。1980年。3、2哦。你绝对知影。我惊到啊！啊，羽绒啊。羽绒啊！你是外国人啊？树林迪翁啊？羽绒啊！哦，袂歹哦，袂是羽绒啊哦，羽绒啊，确定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来啊！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羽绒啊对唔对？好，这台车是1986年10月25发表的第一台羽绒公司伊家己做的车，啊，伊的车名叫做迄个飞林101，啊，一般咱的飞林就是英语的感觉。好啊，101伫101，咱以前常常咧讲，这是101届啊，表示讲你会对伊有足侪感觉的。啊，咱第一台台湾产的吼，啊，毋过因为大家拢较轻视台湾的物件，所以咱平常时咧讲，拢会甲弱化，加一个啊，变做羽绒啊。好啊，其实羽绒，即马伫新店遐，因嘛有一个羽绒城，内底有足侪所在通好去看去佚佗安尼。好来换听啊。好，加一。加一哦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加一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高清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嘉义出名的料理喷水鸡肉饭，用喷水来号名，是因为吃起来口感，还是发源的所在？来，留10秒的时间。喷水鸡肉饭哦。7月。来，7月就好。你认为倒一个？我认为哟。两个选一个，嘿。我认为是后只。后只发源的所在。发源的所在。你会使讲老卡啦，后只。我选老卡。是，所以你选的是发源的所在，是确定？确定。好来，发源的所在对唔对？喷水鸡肉饭是1949年林添修先生伊所发明创立的吼，啊，咱家己遐足侪火鸡。啊，所以迄肉丝吼，就是做即款鸡肉饭上拄好。啊，因为伊的所在是拄好伫第一商场圆环迄附近。啊，圆环以前有当时有的是骑马，有的是用喷水池。啊，所以伊就用遐做名叫做喷水鸡肉饭。换你啊，潘老师。有娃娃啦。啊，还有1万的、12000的、15000的，加油！那3厘啊，3厘。啥哩？啥哩是又看麦，又看麦，又看麦，猜嘿，又看麦就猜看看，对，又看麦，后来，咱来看，又看麦奖金有偌济？哇！真正哦，你又看麦啊你？来哦，来请教哦。我正好有。好，来，好，咱请出题。好。
结句话咧讲，告肥火车是咧讲一个人看人无，还是讲伊无路用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你通啊救人，还袂救人哦？还袂救，哎，还袂救哦。嘿，来，试咧去，试咧发救人。试咧救人无？救人无？哎，买无？买。哎，我甲你讲。 150哦。买。好，来，救人哦。我救一个人了。看人无？看人无？对啦，我甲你讲，莫想遮济啦。好，莫想遐济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运气真好咧。好，我来讲。好，看人无？对唔对？好，咱知影火车驶足紧的嘛，铁基路就驶过啊嘛，吼。伫无高铁进前是上紧的啊。啊，迄狗啊，有当时啊，掠奥多摆啊，掠啥，只要会走的，伊拢会掠。啊，所以迄火车驶足紧，狗啊根本掠袂着。伊安尼速度甲火车比起来是无路用的。啊，所以咱就是讲无路用，啊，这讲无路用会当。打沙填海了戆工，嘛会当讲。啊，另外恁讲的即个看人无，一般咱台语是讲目睭生伫头壳顶，就看人无嘛。啊，无就是讲伊看人噗噗，看人母母，这拢是看人无的意思。哎呀，真正无路用啊！无路用。嘿，来换你哦，停啊！啊，搁有1,200的，啊，搁1万的哦。要选多一个？啊，毋过嘛有一个5000的。哎，他迄。商店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商店的奖金偌济。真正有万利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全台湾上悬的便利商店是 7-11的新木门市？你敢知？伊是伫咧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还是清境农场呢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你救人过未？哎，未救人。来，他救人。要发救人吗？要求救吗？应该是会使答出来。后局第一加救啦。因住伫山骹尔。哦，来。啊，你认为答案是啥物？我认为是阿里山。哦，阿里山。因为阿里山有神木。有神木。哎。清境农场的无神木。清境农场不是羊吗？哎呦，哦，头脑真清楚哦，足清楚，因为阿公哦，阿公啊，伊拢害阿公啊，拢咧害阿公，阿公拢会甲我讲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你的答案是阿里山。阿里山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对唔对？伊的判断就正确的，第一个就是阿里山遐有新木嘛，啊，伊就是1998年的时本地即个新木就是互雷卡着，啊，就倒去啊。毋过阿里山即个森林游乐区，因搁甲伊用一个新木群，就是拢总有40几丛即个新木，啊，咱这新木拢是ヒノキ，啊，你需要。较悬的，就是2000公尺以上，咱才有这款ヒノキ的迄个种嘛，哈。啊，所以咱伫即搭遮，伊就是阿里山遐，啊，清境农场有偌悬，伊遐除了有羊啊，其实树啊嘛袂少，啊，毋过伊遐干那1700公尺到2000公尺，啊，所以经即个新木较好。啊，毋过你去遐买物件的时，就是因为咱山愈悬，迄款压力。就是较少，好，所以伫迄搭遐，你的包装的第7看起来较大包，拢捧起来，是捧起来安尼，这是真特别的所在，甲咱平地无啥共。腾开坤心够一万的，好，两个字咧，两个字坤心，好来，咱来看下坤心的奖金有偌济？哦哟，1万呢，哦，袂歹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真好耍，一坤心讲的是安平古堡附近，二坤心讲的是意在金城遐。请问三坤心讲的是渔光岛，还是鹿里门天后宫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来。哎呦，你会晓？来，你的答案。两个选一个是岛还是天后宫？渔光岛。哦，渔光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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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唔对？
这个对不对？你对嗨，来分数先，终于得了1万哦。咱先解释这个坤心是啥物意思？坤是一尾大尾鱼，啊，迄个心就是迄个鱼仔的较接片遐上高的所在，啊，伊就是安尼一个一个，吼，啊，所以咱伫台南迄个西南沿海，就是当初迄个内成宫入来迄个龙女门土城遐，咱伊的沙洲。出来，拢一零安尼吼，所以咱就是遐有7坤心，啊，伊每一个坤心有一个所在，啊，其中咱这个3坤心就是这个渔光岛，就是差不多咱古早秋茂园迄个所在，啊，这渔光岛伊毋是一个岛，伊就是就是安尼一个沙洲，其实是有连做伙，啊，是安怎叫做鱼光岛，这个袂当念渔光岛哦。吼，因为咱台南腔就是鱼，啊，光就是伊鱼船出去了后，啊，伫个海面上就是迄个电火会熄咧，那天顶的星共款，啊，那像足光的安尼，所以咱就是甲迄个所在叫做鱼光岛，差不多400几个人的一个迄个组织的。迄个庄啊，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大家有闲会当去台南遐佚佗，还是去看一寡台港文化，就知影咱台湾的一寡起源。好，来，即马上趣味就是糖哦，糖，来，咱来看糖的奖金有偌济？有5000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传统点心是用麦芽糖做的，你敢知影碰糖也是迄个？凉秋糖，倒一个伊的原料就是麦芽糖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碰糖甲凉秋糖。哦，你会使看救人，你爱紧饲落，紧饲落。伊还未吼，伊还未吼。袂啦，紧饲。我要画救人。爱饲来饲来，对。来救人，紧来救人哦。救人，我。对。好，来。实在啊。一定是。来，阮听阮队长的，哎呦，歹势。哦，唔免行来行去，你坐顶管就好啦。你坐顶管好，啊，你徛在遮就好，你徛在遮就好。好来，一定是。徛队长的。龙。队长是对的。凉秋糖，秋啦，爱讲秋的秋，嘿。我嘛感觉是迄个，因为我有看过迄老街里做迄龙须糖的吼，嘞画面哦，袂歹。所以答案是凉秋糖，是不是？凉秋糖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凉秋糖对唔对？这个凉秋糖伊就是用迄个蜜啦吼，啊，搁有这个麦芽糖啊，慢慢落去甲过嘛吼，啊，咱一般迄个就是碰糖无共伊就是一个细细的鼎啊，伫遐一直用安尼，有当时会用寡乌糖是一寡过来人，还是身体较虚烂的人咧食的吼，啊，所以咱这条的答案就是凉秋糖。来，咱即摆来看分数，好，看阮判价。判价即摆有3万，哎，嘛真牛呢，袂歹。来网价，哦，即摆有37000，哎，袂歹，7000才差这7000尔，对啊，是，不要紧，差一珠啊，是啊，好，来，即摆来1秒，1000斤。嘿，1秒1000斤。看图有属意。来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即摆有37000块啊！37000块，所以37000块是有几秒？37秒。37秒，是，哎，无够呢。无够，搁添30秒，变67秒，好无？67秒好哦。等者就是要看咱的图，嘿，内面有迄落啊，有咱的画面，伊袂叮当，对，袂叮当。啊，你要看迄图去摇一个俗语啊。啊，几个字下骹有空格啊，你会使看到。好，会听好哦，咱是3题鸟，加油哦！第一题我要出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看，5个字，甲天做大，差一字。人甲天做大，差一字。人啊，人。唔是人，头一字是加着。甲天做。顶悬就是伊讲的迄字。甲天甲神做大。你啊奖金咯，因会当提走偌济登记咧。第一题
题我要出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请看，哎呦，看一6个字，倒手边是什么？正手边是什么？是龙嘛吼。龙。啊，讲啊讲，一直讲，嘿，讲啊。好难哦。龙。安怎？龙高龙，凤高凤。哦，正确。零高零，凤高凤啦。龙高龙，凤高凤拢可以。好来，咱就要看几秒。哎，袂歹，够47秒嘞哦。再去咱有2题尔哦。记得哦。龙高龙，凤高凤啦。好来6个字尔。第2题咧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5个字。乌龟。嘿，啊边一只？龟迄乌雪。好，正确。袂歹。久笑闭无尾，有看到久咧笑啦。嘿，久笑哈哈哈哈，闭无尾。是。好来，咱看几秒。哦，够39秒呢。是39秒哦。加油哦！哎呦，最后一题尔。加油哦！上好通摕到奖金。是。哎，通坐迄个高铁转去。没错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5个字。甲天就大。差一字。人甲天就大。差一字。人啊，人。不是人。头一字是加着。甲天就。顶悬就是伊讲的迄字。甲天甲心就大。无，伊头讲害什么人？害啊，甲天风就大。正确。哎呦呀，海阿公，好你加载啦，哎呦，好加载有海阿公啦，就大啦，嘿啦，好来，咱看一下秒数，哎，即摆够18秒，哎，袂歹，好，18秒是偌济？18000块。哦，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，颁奖，哎，恭喜哦，18000块啦，哦，还够金牌哦，哎，是，真好，来，很本啊，起码安尼哦，我家己分哦，对，赞，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是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辛苦啦，多谢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边来去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老师，感谢哈利，谢谢，感谢我姐，谢谢，阿丽我挺就欢喜，谢谢潘老师。